那最后我阿公他，大概在我30岁左右，他后来就过世了嘛，因为那时候他80好几了。那我也重新又离开台中。那等到最后，在告别式送阿公的时候回去，我阿嬷都拿出了一个铁盒子给我了，就是蛋卷盒那种，喜年来的那种的，这样铁盒的很流行。啊，我一拿很重，我说阿嬷这什么东西？他昨天拿功劳给你啊，他说这是你以前留在这边的零用钱啊。就里面满满的全部都是这个1块钱，都是1块，都是1块钱。因为当年我应该也存不了什么钱，但是我可能就是，阿公会塞给我啦，或者是有些时候可能买东西剩下的吧，哈，就是一些零钱啊，我没地方放嘛，在乡下，那可能就放在那边。那我不知道怎么样是我阿公帮我收着，最后他人已经都离开了，但是他还是心心念念，就是说啊，这个是谁的东西？那这是那一个。第三就是我爸爸是老三嘛，的那个阿雄的，他就记着这个东西，我想都是在他还在的时候就交代了，这个如果回来要还给他了，对，哇，对，我觉得从我阿公身上，虽然他其实我阿公应该是不认识字啊，他那个年代养牛的，然后耕地的老农夫，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人的信念，就是说，为人的处事原则，那这个是谁的就是谁的。那这是他的，那最后这个东西要物归原主，所以对我来说啊，那算是很宝贵的一刻了。对，因为你一下过错，唔过抢1元，算起来也冇一多钱。其实没有什么钱啊，对啊，可是他就是留着，他就一直帮你留，这就是你的，不是别人的，对，也不能随便用掉，因为这个对你来说可能很重要。因为可能几百个元，一路拿去买一个东西就冇了嘛。有可能啊，一路还是，而且你这样放着，挺费事的。但他就有挂心嘛，把这个孩子的事情挂在心上。他那么多孙子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啊，原来这里有感觉到那种做人的人情义理，还有那个重量。